你問100個人乜嘢先至叫做好命，99個會答你有錢、有樓、有仔生。但我可以好肯定咁同你講，呢3樣嘢同好命之間嘅距離遠過你嘅想象。你唔信，你去醫院嘅高級病房行一轉，住喺入面嘅個個都唔差錢，但你問佢哋覺唔覺得自己好命，好多人會苦笑搖頭。你再去嗰啲富豪嘅夫高度睇一睇，幾多人坐擁億萬家財，但晚年過得孤苦伶仃，眾叛親離，錢買到最好嘅病床，但買唔到一晚安穩嘅好覺，錢請到最貴嘅家傭，但請唔到一個真心陪你飲茶嘅人。所以你要搞清楚一件事，有錢同好命從來都係兩回事，而真正嘅好命往往藏喺你平時最容易忽略嘅地方。今日就同大家拆解一個好多人成世都冇諗通嘅命理奧秘。60歲之後，你身上如果出現咗呢5個特徵，就係天生好命嘅表現。你唔使去揾師傅睇八字，唔使去算紫微斗數，你自己對住鏡照一照，靜靜咁回想一下自己嘅日常生活，答案就已經擺喺度。呢5個特徵聽落好簡單好普通，但你細心諗一諗，身邊真正做到齊嘅人少之少少。中咗1個你可以偷說，中咗2、3個你已經好過大部分人。如果5個全中，恭喜你，你就係呢個世界上面最有福氣嘅人。只不過你之前一直冇發覺。但喺講呢5個特徵之前，你要先明白一個好重要嘅概念。點解偏偏係60歲成為一個人命好唔好嘅分水嶺？喺中國傳統命理學入面，60年係一個完整嘅甲子循環。天干有10個，地支有12個，天干同地支兩兩相配，由甲子開始到癸亥結束，一共60個組口，行完呢個大圈，然後回歸原點，重新嚟過。所以古言叫60歲做花甲，又叫歸元。呢個歸元嘅意思好深遠。你由出世到60歲，人間嘅酸甜苦辣、順境逆境、聚散離合，全部都經歷過一輪。你嘅生命喺呢個時間點上面會做一次根本性嘅總結同轉換。之前60年所有嘅因果，到呢一刻開始集中浮現。你前半生積落嘅福德，到咗呢個時候就會以各種各樣嘅形式顯現喺你身上。你要特別留意嘅係呢度講嘅好命，唔係玄學上面嘅宿命論，唔係話你命中注定就係好命或者衰命，冇得改。恰恰相反，命理學嘅精髓從來都唔係叫你認命，而係叫你知命，知道自己身處邊個位置，先至能夠做出最明智嘅選擇。易經入面最核心嘅道理就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萬事萬物都有佢嘅陰陽兩面，有動就有靜，有進就有退，有生長就有收藏。一個人由年輕時候嘅陽光俊采，慢慢行到60歲，開始進入收藏守靜嘅階段。呢個階段唔係衰態，而係成熟。好似果實喺枝頭上面由青變紅，紅透咗就係最甜美嘅時候。你之前幾十年嘅付出同積累，到咗呢個時候就會以各種美好嘅形式呈現喺你身上。而呢啲美好嘅呈現就正正係我今日要同你講嘅呢5個特徵。好，而家正式同大家逐個去講。第一個特徵，每晚瞓得安穩，一覺到天光。你千祈唔好覺得呢個特徵好普通。事實上，能夠喺60歲之後仲瞓得好覺嘅人，係少數中嘅少數。你去問下身邊嘅長者，有幾多個可以一瞓就瞓到天光？大部分嘅回答係半夜2、3點就醒咗，然後望住天花板發呆到天亮。有啲人係成晚輾轉反側，腦海入面不斷播放各種煩惱，擔心個仔嘅婚姻，擔心個女嘅事業，
擔心自己嘅身體，擔心存款夠唔夠用到百年歸老。有啲人係瞓得着，但瞓唔深，稍為有少少聲響就彈起身，成晚處於半夢半醒嘅狀態。第二朝起身覺得比瞓之前仲攰，仲有啲人乾脆長期靠安眠藥先至能夠入睡，離開咗藥物就一眼瞌都冇。你仔細諗下，一個人點解會瞓唔着覺？歸根結底就係兩個字：心亂。你嘅心入面有太多嘅掛礙，太多嘅恐懼，太多嘅放唔低。呢啲嘢喺白天嘅時候可以用忙碌去遮蓋，但一到夜晚萬籟俱寂嘅時候，佢哋就會好似潮水咁湧上嚟，將你淹沒。所以話瞓唔着覺嘅人唔係身體出咗問題，而係心出咗問題。反過嚟講，如果你到咗60歲，每晚仲可以安安穩穩咁瞓一覺好覺，嗰代表乜嘢？代表你嘅心入面係安寧嘅，你冇太多嘅遺憾需要喺深夜反覆咀嚼，冇太多嘅恐懼需要喺黑暗中同自己搏鬥，冇太多嘅放唔低需要輾轉反側。你嘅心好似一面平靜嘅湖水，微風吹過可能會有少少漣漪，但好快就會恢復平靜。呢種狀態就係命理學上面講嘅心安，而心安嘅人就係天底下最有福氣嘅人。易經入面有一個卦叫做坤卦，坤係大地嘅意思。你睇大地係點樣嘅？佢日日夜夜都喺度，唔聲唔響，唔爭唔搶。你喺佢上面起屋，佢承受住；你喺佢上面種田，佢滋養你。無論春夏秋冬，颳風落雨，佢永遠都係沉穩咁企喺度，穩穩當當一動不動。坤卦嘅核心精神就係一個靜字，安靜、沉靜、寧靜。大地之所以能夠承載萬物，就係因為佢夠靜、夠厚、夠穩。一個人嘅心如果能夠好似大地咁安穩沉靜，夜晚自然瞓得安寧。你可能會話講就容易，但我就係有好多嘢放唔低，點算？呢度就要同你講一個道理，好多時候你以為放唔低嘅嘢，其實係你自己選擇抌住佢唔肯放低。你擔心個仔揾唔到對象，但個仔已經30幾歲，佢嘅人生佢自己揀。你擔心有用嗎？你擔心退休金唔夠用，但你每個月嘅開支其實已經足夠，多出嚟嘅焦慮只係喺消耗你嘅健康。你仲喺度介意10年前某個朋友講過嘅一句難聽嘅說話，但嗰個人可能早就已經唔記得呢件事。你抌住呢啲嘢入睡，就好似抌住一袋石頭上床，你點可能瞓得好？放低佢哋，唔係話你唔在乎，而係你終於明白，有啲嘢你管唔到，亦都唔需要管。管得太多嘅人瞓唔着覺，管得少嘅人一覺到天光。呢個就係坤卦教我哋嘅智慧。大地從來唔會去操心天上面嘅雲點樣飄，風點樣吹，佢只係安安靜靜咁做好自己嘅本分，承作滋養包容。你做到呢一點，你今晚就可以瞓一覺好覺。所以話你今晚翻到屋企，如果可以安安穩穩咁瞓一覺，瞓到天光，第二日朝早自然醒，覺得精神飽滿，神清氣爽。恭喜你，呢個就係好命嘅第一個特徵。唔好覺得呢件事微不足道，全世界有幾億人夜晚係瞓唔着覺嘅，而你可以，呢個已經係一種福氣。跟住嚟第二個特徵，粗茶淡飯都食得出味道。你聽到呢度可能會覺得奇怪，食飯有味道都算係好命嘅特徵。係，你冇聽錯。而且呢個特徵比你想象中珍貴好多好多。你有冇試過一段時間食乜嘢都覺得冇味、冇胃口，對住滿台嘅籌菜提唔起半點興趣呢種狀態？醫學上面叫做食慾不振，但喺命理學上面，佢代表嘅係一個人嘅生命力喺度萎縮。一個人對食物嘅興趣
其實反映緊佢對生活嘅興趣。你食嘢覺得有味，代表你嘅五臟六腑運作良好，你嘅氣血流通暢順，你嘅心情愉悅平和。反過嚟講，如果一個人連食飯都覺得冇味冇意思，咁佢對生活嘅其他方面都多數提唔起勁。但呢度有一個好關鍵嘅重點，你要聽清楚。我講嘅唔係你要食得幾名貴幾豐盛，恰恰相反。真正嘅好命唔係你食包參刺肚先至覺得滿足，而係你食一碗白粥配一碟油菜，飲一杯熱茶都覺得好味、好滿足、好幸福。呢種對簡單食物都能夠品味到滿足感嘅能力，先至係真正嘅福氣。點解呢？因為呢，代表你嘅心夠靜夠正，冇被外在嘅花花世界搞到心浮氣躁。你嘅舌頭仲能夠感受到米飯嘅甜、蔬菜嘅鮮、清水嘅甘，呢啲最基本嘅味道，好多人一世都嘗唔到，因為佢哋嘅嘴巴俾太多嘅味精、太多嘅刺激麻痹咗。易經入面有個卦叫做井卦，井卦嘅象辭話木上有水，一口井嘅形象，井水清澈甘甜，日日夜夜喺度滋養住附近嘅村民。但佢從來唔會去炫耀自己有幾清幾甜。你去到井邊打一桶水，喝落口好清涼好舒服，但佢就係清水而已，冇任何花巧嘅裝飾。井卦教我哋嘅道理就係，真正滋養生命嘅嘢，往往係最樸素、最簡單、最唔起眼嘅。一碗粥養人，一盅茶潤心，一碟家常菜暖胃。呢啲嘢唔使花好多錢，亦都唔使大費周章，但佢帶俾你嘅滿足同滋潤，係任何山珍海味都比唔上嘅。我之前聽過一個好打動人心嘅真實故事，有位姓周嘅伯伯，以前係做飲食業嘅，喺行內打滾咗幾十年，由一個小小嘅廚房學徒做到後來自己開咗幾間酒樓。你可以想象一個做飲食嘅老闆，乜嘢嘢冇食過，鮑魚、魚翅、花膠、燕窩對佢嚟講都係家常便飯。佢嘅舌頭食慣咗好嘢，越食越刁嘴，去邊度食飯都嫌人哋唔夠水準，成日話呢個太鹹，嗰個太淡，呢道菜唔夠鑊氣，嗰道菜唔夠火候。佢自己都笑話自己，話個嘴巴已經被養壞咗。後來佢退休之後閒咗落嚟，反而開始有各種各樣嘅毛病浮出嚟，三溝關節痛、胃唔舒服。醫生叫佢清淡飲食，佢起初好唔習慣，覺得食嗰啲白粥青菜好似食草咁，完全食唔落。但冇辦法，為咗健康，佢都要忍住。慢慢咁過咗大半年，一件奇妙嘅事發生咗。有日朝早，佢老婆照例煲咗一煲白粥，切咗幾條油條，擺咗碟豉油黃炒芽菜喺台面。佢一啖粥落肚，突然之間覺得，哇！原來白粥係咁好味嘅，胃嘅甜味喺口腔入面慢慢散開，暖粒粒咁流入胃入面。嗰種舒服嘅感覺，佢以前從來冇體會過。佢望住坐喺對面嘅老本，兩個人靜靜咁對坐食早餐。窗外面嘅陽光照入嚟，成間屋暖洋洋嘅。佢突然之間眼眶紅咗，同老伴講咗一句話：我做咗幾十年飲食，食遍天下美食，到頭嚟先至發現最好食嘅嘢，原來就係你煲嘅一碗白粥。佢老伴聽完之後笑到流眼淚，話你呢條老嘢幾十年先至醒。呢個故事聽落好簡單，但你細心品味一下，入面嘅道理好深。周伯前半世食盡好嘢，但佢嘅味覺已經被各種濃烈嘅味道麻痹咗，以至於佢品味唔到最簡單嘅幸福。呢個就好似好多人嘅人生，追求咗一世嘅大富大貴，轟轟烈烈，到最後先至發現，真正令你快樂嘅唔係嗰啲驚天動地嘅大事，而係每日食好一餐飯，飲好一杯茶，同身邊嘅人講好一句話。
呢啲微小嘅日常先至係幸福嘅真正面貌。所以話60歲之後，你如果仲能夠坐喺飯桌前面，對住一碗熱辣辣嘅粥，一碟簡簡單單嘅小菜，食到津津有味，心滿意足，咁你就係天生好命，因為你仲有能力感受到生活最本真嘅美好，你仲有一副健康嘅腸胃去消化呢啲食物，更加重要嘅係你仲有一顆感恩嘅心去品味呢一切，呢種能力係幾多錢都買唔到嘅。好，跟住落嚟第3個特徵，身邊仲有個人願意陪你坐，呢個人可以係你嘅老伴，可以係你嘅老友記，可以係你嘅兄弟姊妹，總之就係一個唔需要任何理由，唔需要任何利益交換，就願意靜靜咁陪喺你身邊嘅人。呢個特徵聽落好簡單，但你留意下現實，60歲之後身邊仲有人願意陪你嘅人真係越嚟越少。你年輕嘅時候覺得應酬好煩，飯局太多，電話接唔停，但到你退咗休之後，你會慢慢發現電話唔再響，飯局冇人約，以前圍住你轉嘅人一個一個消失咗，你先至明白以前嗰啲所謂嘅朋友人物好多都係建立喺利益上面嘅。你有利用價值嘅時候，佢哋一窩蜂咁湧過嚟，你冇利用價值嘅時候，佢哋走得比風仲快。呢個係人性，唔需要嬲，但你要因此更加珍惜嗰啲留低嘅人，嗰啲你退咗休之後仲會主動打電話俾你，約你飲茶同你傾偈嘅人，先至係你真正嘅貴人。佢哋唔係因為你有權有勢先至親近你，而係因為你呢個人本身值得佢哋付出時間同真心，呢種關係先至經得起時間嘅考驗。易經入面有個卦叫做同人卦，上面係天，下面係火，代表志同道合嘅人聚喺一齊嘅意象。同人卦嘅精神講嘅唔係你識幾多人，有幾闊嘅人脈網絡，而係你有冇真心相通嘅同行者。古人話千金易得，知己難求，呢句話到咗60歲之後會體會得特別深刻。你回想下你嘅人生，有幾多人係可以同你講真心話嘅？有幾多人係你半夜唔舒服可以打電話俾佢嘅？有幾多人係你開心嘅時候第一個想同佢分享嘅？如果你數得出1個、2個、3個，你已經好好命。同人卦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啟示，真正嘅連結唔需要日日黐埋一齊，唔需要時時刻刻保持聯繫。2個真正交心嘅人，可能半年先至見一次面，一坐低就有講唔完嘅嘢，亦都可能乜都唔講，就係靜靜咁坐喺度飲杯茶，望下風景，嗰份自在同舒服係任何言語都冇辦法形容嘅。呢種無聲嘅陪伴先至係人與人之間最高級嘅相處方式。你細心諗下，一個人如果到咗60歲，身邊連一個願意安靜陪佢坐嘅人都冇，佢嘅前半生一定係出咗問題。可能係佢太自我、太自私，冇用心經營過任何一段關係。可能係佢一世人只識得計算利益得失，從來冇真正交過心。呢啲人到咗老年，身邊嘅人走嘅走，散嘅散，剩低佢一個人對住4面牆嗰種孤獨感，係任何物質都填補唔到嘅。反過嚟講，如果你到咗60歲，身邊仲有人願意陪你，朝早去公園散步，有人同行；下晝飲茶，有人傾偈；食完晚飯，有人陪你睇電視，咁你就真係好命。因為呢，代表你呢個人值得被陪伴，值得被珍惜。你嘅人品、你嘅為人、你嘅真心，喺過去幾十年入面，已經為你換嚟咗呢份珍貴嘅緣分。有句老話講得好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。你前半生對人好，對人真，對人有情有義，
呢啲善因就會喺你嘅晚年結成善果，身邊有人陪你，就係最直接嘅餘慶。所以唔好覺得呢件事理所當然，佢其實係你一輩子嘅修行換翻嚟嘅福報。你要好好珍惜嗰個陪喺你身邊嘅人，因為佢嘅存在本身就係你好命嘅最好證明。講到呢度就到第4個特徵，子女唔使你操心。呢個特徵可能係5個入面最多人中唔到嘅一個。你聽清楚，我講嘅唔係你嘅仔女有幾成功、幾有錢、幾出人頭地，而係佢哋能夠獨立自主，感過好自己嘅生活，唔需要你成日擔驚受怕，操心到夜晚瞓唔着覺。仔女有佢哋自己嘅工作、自己嘅家庭、自己嘅生活圈子，佢哋處理到自己嘅事務，唔使你日日掛住佢哋。呢個先至係做父母最大嘅福氣。但好多60歲以上嘅老人家偏偏做唔到呢一點。佢哋對仔女嘅操心唔單止冇隨住年紀增長而減少，反而越嚟越嚴重。個仔30幾歲仲未結婚，佢擔心個女結咗婚生咗仔，佢又擔心佢湊唔掂。孫仔讀邊間學校，個仔份工穩唔穩陣，新抱同個仔關係好唔好，每一樣都要管，每一樣都要擔心。佢哋以為呢個叫做愛，但其實呢個叫做執。你越執住唔放，你嘅心越累，你越要控制結果，你越控制唔到，到最後搞到自己身心俱疲。仔女嗰邊亦都覺得壓力好大，好難斗。易經入面有個卦叫做蒙卦，講嘅就係教育同成長嘅道理。蒙卦嘅核心精神係該教嘅已經教咗，該講嘅已經講咗，到咗某一個階段你就要放手。山入面有泉水湧出嚟，泉水自然會揾到自己嘅去路，你唔使喺旁邊指指點點，話佢應該向左流定向右流。你只需要喺源頭嗰度確保水質係清澈嘅就夠。換句話講，你嘅責任係喺仔女細個嘅時候俾佢正確嘅價值觀同做人嘅根基。呢啲你已經做咗，到咗佢哋成年之後嘅路就由佢哋自己行。你要相信你自己嘅教育，相信你養大嘅係一個有能力有擔當嘅人。你可能會話，我知道要放手，但我做唔到啊。呢個我理解，但你要明白一件事，你對仔女嘅過度操心好多時候唔係出於愛，而係出於恐懼。你怕佢哋過得唔好，怕佢哋行錯路，怕佢哋受傷。但呢啲怕其實係你自己內心嘅不安全感。你將自己嘅焦慮投射咗喺仔女身上，以為自己係喺關心佢哋，其實係喺用佢哋嚟填補自己嘅空虛同恐懼。呢種操心對你嘅健康有害，對仔女嘅成長亦都有害。上書真正嘅大智慧係信任你嘅仔女有能力處理佢哋自己嘅人生，信任你之前幾十年嘅付出唔係白費嘅。信任呢個世界雖然唔完美，但總體上係善意嘅。當你學會信任嘅時候，你嘅心就會鬆開嚟，你嘅焦慮就會減少，你同仔女之間嘅關係亦都會變得更加健康。佢哋唔再覺得你係負擔，而係一個值得尊敬嘅長輩。佢哋主動翻嚟探你，唔係因為怕你擔心，而係因為佢哋真心掛住你。呢種出於自願嘅親情先至係最真實最持久嘅。古人有句話講得好通透，兒孫自有兒孫福，莫為兒孫作馬牛。你嘅仔女有佢哋自己嘅福氣，自己嘅姻緣，自己嘅人生劇本，你只係佢哋生命中嘅一部分，唔係全部。你能夠俾佢哋最大嘅禮物，唔係繼續為佢哋操心到死，而係活好你自己嘅生活，做一個健康、開心、自在嘅長輩。當佢哋見到你過得好，佢哋先至能夠安心去過佢哋自己嘅人生。
呢個先至係一個家庭最好嘅狀態，各自安好，互相祝福。所以話60歲之後，如果你嘅仔女都各有各好，各有各嘅生活軌跡，唔使你日日夜夜操心牽掛，咁恭喜你，呢個就係你好命嘅鐵證，佢證明咗你前半生嘅教育係成功嘅，你嘅家庭根基係穩固嘅，你嘅福德係深厚嘅，呢一樣嘢比任何金銀珠寶都值錢。好，到最後亦都係最重要嘅一個，第5個特徵，心入面有一片清淨。前面4個特徵，瞓得好，食得香，有人陪，仔女好，呢4樣加埋一齊都好。但如果你嘅心入面冇一片清淨，前面嗰4樣都會打折扣。你瞓得着覺，但心入面亂糟糟，你遲早又會瞓唔着。你食得到美食，但心入面不安寧，你食乜嘢都唔會覺得滿足。你身邊有人陪，但你嘅心飄忽不定，你同人相處都會覺得焦躁。你嘅仔女好好嘅，但你仲係成日自尋煩惱，你依然過得唔開心。所以話到底一個人好唔好命，最終嘅判斷標準只有急，你嘅心安唔安寧。乜嘢叫做心入面有一片清淨？唔係話你要出家做和尚，斬斷一切俗世嘅牽絆，亦都唔係話你要成日打坐冥想，修煉到6根清淨，而係一種好自然嘅狀態。你可以一個人安安靜靜咁坐喺度，乜都唔做，乜都唔諗，但你唔會覺得無聊，唔會覺得焦慮，唔會覺得空虛。你嘅心好似一個裝滿清水嘅杯，睇落普普通通，但入面係通透、清澈自在嘅。你望出窗外面嘅一棵樹，你會覺得佢好靚。你聽到街外面嘅雀仔叫聲，你會覺得好悅耳。你聞到隔離鄰居煮飯嘅香味，你會覺得好溫暖。呢啲微小嘅、日常嘅、其他人根本唔會留意嘅嘢，你都能夠感受到佢嘅美好。呢種狀態就係清淨易經。入面有個卦叫做謙卦，謙卦係64卦入面唯一一個六爻皆吉嘅卦，即係話無論你點樣去解讀呢個卦，佢都係好嘅、吉利嘅。你知道點解嗎？因為謙呢個字嘅力量係無窮大嘅。謙嘅意思唔止係謙虛，仲包括一種對自己、對世界、對生命嘅接受同和解。一個真正謙遜嘅人，佢唔會成日覺得自己不如人，亦唔會成日覺得自己好過人。佢就係安安穩穩咁企喺自己嘅位置上面，唔高唔低，唔卑唔亢。佢唔需要同任何人比較，唔需要向任何人證明自己，唔需要得到任何人嘅認同。佢嘅心入面冇高低之分，冇好壞之別，所有嘅一切都係佢生命中嘅一部分。佢全部接納，全部感恩。呢種境界你可能覺得好遙遠，但其實好多普普通通嘅老人家日日過住最平凡嘅生活，但佢哋嘅臉上面永遠掛住一副安詳自在嘅表情。呢啲人就已經到咗謙卦嘅境界，只不過佢哋自己唔知道，佢哋唔識乜嘢易經，唔識乜嘢命理，但佢哋用一世人嘅經歷修煉出嚟嘅心境，已經同聖人所講嘅不謀而合。呢個就叫做百姓日用而不知。你每日都喺用緊嘅智慧，但你自己唔覺得佢係智慧。講到心靜，就唔能夠唔提一個好出名嘅禪宗故事。有一位老禪師收咗一個好聰明嘅徒弟，呢個徒弟讀遍經書，辯才無雙，佛理講得頭頭是道。有日徒弟好自信咁走去師父面前，話自己已經開悟咗。老禪師聽完之後乜都冇講，只係拎咗一個茶杯出嚟，然後開始倒茶。佢倒就倒，茶水已經滿瀉出嚟，佢仲係繼續倒。徒弟急住話：師父，杯已經滿晒啦，再倒就瀉晒出嚟啦。老禪師放低個茶壺，
平靜咁望住佢，話你同呢個杯一樣，入面裝得太滿啦，你裝滿咗你以為嘅知識，你以為嘅領悟，你以為嘅境界，所以真正嘅智慧倒唔入去。你要先將杯入面嘅嘢倒清，先至有空間裝新嘢。徒弟聽完呆咗好耐，然後深深咁鞠咗一躬。由嗰日開始，佢唔再逢人就展示自己幾有學問，而係安安靜靜咁過日子，安安靜靜咁修行。過咗好多年之後，佢成為咗一代宗師，但佢永遠記住師傅嘅教誨：杯空先至能裝水，心空先至能容萬物。呢個故事同60歲嘅人有乜嘢關係？關係大到你想象唔到。你活咗60年，腦海入面裝滿咗各種各樣嘅經驗、知識、觀點、判斷、偏見、執着，呢啲嘢有啲有用，但有好多喺呢個人生階段已經變成咗多餘嘅包袱。你對自己嘅身份認同，你對子女嘅期望，你對社會嘅不滿，你對過去嘅遺憾，呢啲通通都係你個杯入面嘅舊茶。你如果唔將佢哋倒出去，新嘅清泉就入唔嚟，你嘅心會越嚟越重，越嚟越渾濁，到最後連自己都搞唔清楚自己到底想點。清淨嘅真正意思就係將個杯清空，唔係話你要忘記過去，而係你唔再被過去綁住，唔係話你乜都唔理，而係你知道邊啲嘢值得你理，邊啲嘢唔值得。你嘅心入面有足夠嘅空間去容納新嘅嘢，一朵花開嘅驚喜，一陣涼風嘅舒服，一個孫子天真嘅笑容，呢啲微小嘅美好，只有一顆清淨嘅心先至接收得到。如果你嘅心已經塞到滿晒嗰啲美好嘅嘢，倒入去都只會射出嚟，你根本感受唔到。所以話60歲之後，如果你可以一個人安靜咁坐喺公園嘅長椅上面，望住嚟嚟往往嘅人群，心入面唔會羨慕邊個，唔會知道邊個，唔會嬲邊個，只係靜靜咁感受呢一刻嘅存在本身。咁恭喜你，你已經擁有咗呢個世界上面最珍貴嘅嘢。呢份清靜係你60年嘅風霜修煉出嚟嘅，係你歷盡千帆之後嘅平和，係你同自己和解之後嘅自在。呢個就係好命嘅最高境界。講到呢度，5個特徵就全部同大家分享完啦。瞓得安穩，食得有味，有人相伴，子女省心，內心清靜，呢5樣嘢你中咗幾多個？你可能會話我只中咗1、2個，嗰其他嘅點算？唔使擔心，我開頭就講過，呢5個特徵唔係你命中注定就有或者冇嘅，佢係你可以去修煉、去培養、去經營嘅。你瞓唔好覺，咁就由今日開始學識放低心入面嘅掛礙。你食嘢冇胃口，咁就試下慢慢食，靜靜食，用心去品味每一口嘅味道。你身邊冇人陪咁，就主動去揾以前嘅老朋友，打個電話過去問聲好。你仲係成日為仔女操心，咁就由今日開始學識放手同信任。你嘅心唔夠靜，咁就每日揾10分鐘安靜咁坐喺度，乜都唔做，只係聽下自己嘅呼吸。呢啲改變唔使好大，唔使好急，慢慢嚟就得。道德經面有一句好有力量嘅說話：知足者富。注意，佢唔係話有錢者富，而係話知足者富。一個知足嘅人先至係真正富有嘅人。你有100萬，但你日日覺得唔夠，你係窮人。你得幾千蚊，但你覺得足夠，你係富人。呢個富字唔係銀行戶口嘅數字，而係你心入面嘅滿足感。60歲之後，你如果能夠打從心底覺得自己嘅人生係足夠嘅，係圓滿嘅，係值得感恩嘅，咁你就係呢個世界上面最好命嘅人。易經嘅智慧講到底就係2個字：事同位。喺啱嘅時間做啱嘅事，
企喺啱嘅位置，有啱嘅心態。60歲嘅你，時間已經走到收藏嘅季節，位置已經退到安守嘅地方，你唔需要再去爭，再去搶，再去同人比較。你要做嘅係安安靜靜咁欣賞你自己嘅人生，感恩你所擁有嘅一切，珍惜你身邊嘅每一個人。呢5個好命嘅特徵唔係上天隨機派嘅禮物，而係你一輩子嘅修行結出嘅果實。你前半生嘅善良、勤勞、正直、包容，全部都喺呢個時候變成咗你晚年嘅福報。有一句好舊嘅老話，但我覺得放喺呢度最適合。不過但行好適宜，莫問前程。你唔使去諗自己好唔好命，你只需要每日好好咁過日子，瞓前放低一切，安然入睡，起身之後感恩新嘅一日。食飯嘅時候專心品味每一口，行路嘅時候慢慢欣賞沿途嘅風景，對住老伴講多句多謝你，對住老朋友講多句我掛住你，對住仔女講多句你做得好好，心入面嘅嘢該放嘅就放，該清嘅就清。你會發現當你咁樣過日子嘅時候，嗰5個特徵會自然而然咁出現喺你身上。人生嘅下半場，比嘅從來都唔係邊個活得更風光、更轟烈，而係邊個活得更安心、更從容、更自在。你嘅心安咗，身體自然安穩，身體安穩咗，生活自然舒暢，生活舒暢咗，你身邊嘅人都會跟住好起嚟。呢個就係一個良性循環，由心安呢個起點出發，一路延伸到你生活嘅每一個角落。最後我想用一個好簡單嘅畫面嚟做一個結尾。想象一下一個普普通通嘅下晝，你坐喺屋企嘅露台上面，陽光暖暖咁照喺你身上，你嘅手上面捧住一杯啱啱沖好嘅熱茶，茶香嘅味道慢慢飄散開嚟。你嘅老伴就坐喺你旁邊，靜靜咁翻緊一本書，屋入面乾淨企理，安安靜靜。你嘅手機偶爾響一響，係仔女發嚟嘅信息，老豆老母，我哋禮拜一翻嚟食飯，你笑一笑，回咗個好字，然後你繼續飲你嘅茶，望住遠處嘅天空。嗰一刻你嘅心入面乜都冇，冇擔心，冇焦慮，冇遺憾，冇恐懼，有嘅只係一片清澈嘅安寧，同一份淡淡嘅溫暖嘅幸福感。呢個畫面好普通，普通到你可能覺得就係咁咯。但我可以同你講，全世界有幾十億人日夜奔波，苦苦追求嘅，其實就係呢一刻嘅安寧。擁有呢一刻嘅人，先至係真正嘅好命。而你或者已經擁有咗，只係之前一直冇察覺到。由今日開始察覺佢，感恩佢，珍惜佢。60歲以後嘅路仲好長，願你瞓得甜，食得香，有人陪，子女好，心安寧。呢5樣嘢就係老祖宗留俾我哋最樸實、最深刻嘅好命密碼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分享對你有幫助，記得轉發俾你身邊嘅朋友同屋企人物，等更多嘅人都能夠發現，原來自己一直都係好命嘅人。